有民众向议员指控讲，台北市南港区一里长私底下咧招团，要做伙去中国旅游哦。6港5暝行程，阁有中国人大常委安排的参观访问，费用只要115,000块。民众怀疑讲这是统战的行为。旅游行程表写着社区交流考察，6港5暝的行程中，走访无锡、上海，也会去迪士尼。只是详细看第3天安排无锡区人大常委会的参访行程，规刷落来，佫较是爱自费15000块。原来这是台北市南港区某一位里长的私下招团，和民众向议员陈其均压了，积极下急统战。我觉得15000是比较诡异的，那所以就看了一下里面的行程，有人大带你去参观的部分，好像有点统战的意味，所以呢，我是建议我们家人就不要去。北市民政局回应有掌握相关行程，也毋过若是有对价无相当，欢迎民众检举，因为立法理事大选要到，中国动作敢是届日选举特别敏感。国安单位就指出，最近出现台湾会引进10万印度移工的谣言，想要操作社会安全，打击政府施政定议题的阵地作战。因为有大批网友到劳动部面册来留言洗版，因为其中有2000组是校号运用无组，300组属于假校号。讨论也转到迪卡尔甲赖群组，有民团表示会将开导抗议，表达对政策疑虑，和劳动部发图卡澄清。台印劳务合作备忘录还未签订的审慎建议，也呼吁咱国民众唔通随意对其他国家打标签，产生特定歧视。因为某一个消息跑出来，然后被夸大，造成这样子的声量，我们觉得很伤心。真正的是台湾人的感觉吗？还是被带风向，然后想要影响到这个民间的想法？在台印度人认为，政府应该把握机会，甲社会各界多加沟通，避免假消息伤害台印情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